果宗教是一件外袍，隨後會如何？我會否認着虔誠是主的一個，可曾結出果？如果教會別太熟悉口號，可記得真使命有幾多？敏捷的耳朵，祈求上主加給我，聽你差遣我。主的勸導其實聽得多，當我記下來情願什麼？誰願一天變耶穌指責沒有果實的花朵？神聲音可有想清楚？傳福音可有奮起過？祈禱中只盼活到不一樣，靈火再陶煉我，最顯中可有摘什麼？大使命響應有幾個？願生命給你每天的琢磨，叫我能再勇敢輕聲發問主，你有什麼教導？其實聽得多，當我記下來情願什麼？誰願一天變耶穌指責沒有果實的花朵？神聲音可有想清楚？傳福音可有奮起過？祈禱中只盼活到不一樣，靈火再陶煉我，最顯中可有摘什麼？大使命響應有幾個？願生命給你每天的琢磨，叫我能再勇敢輕聲發問主，你有什麼教導？神聲音可有想清楚？傳福音可有奮起過？祈禱中只盼活到不一樣，靈火再陶煉我，最顯中可有摘什麼？大使命響應有幾個？願生命給你每天的琢磨，叫我能再勇敢輕聲發問主，你有什麼教導？好 ，thank you， 突破可不可？